好，咁啊不幸言中，正如我上一集講利物浦喺歐聯先出局，咁啊根據埋球隊以往嘅傳統，一個禮拜之後嘅聯賽盃決賽都幾大機會會瀨嘢。就算賽前大家都話，喂，過往佢都會食住紐卡素，今次呢個冠軍冇咁易會失嘅啩。咁但係事實再一次證明，利物浦嘅連失冠軍又一次出現。嗱，尋晚場聯賽盃呢，我諗好多人都集中喺講利物浦點樣不濟嘅表現上邊，但係我反而覺得呢，真係要講下紐卡素嘅表現，因為每場比賽嘅勝負一定係此消彼長，而紐卡素賽前已經知道係啊，中堅博文趕唔切出返嚟，因為都真係要做手術啊。而另一攻擊嘅主力哥頓亦都係出唔到嘅，但係最緊要早年頓可以及時復出返。嗱，呢個球員及時復出到，對紐卡素都幾緊要嘅。我陣間會講講。咁當然，尋晚成隊波，如果誇張啲講，甚至梅菲同埋拜恩斯，我已經覺得佢哋交足功課㗎啦。最要讚嘅就係球隊，基本上每位球員都有同利物浦一拼嘅決心。所以一開始呢，都二話不說同你喺度打硬正，鬥搶個中場噶啦，基本上就冇乜喘息空間俾利物浦，俾你慢慢組織攻勢。呢種嘅打法都係史洛其中一個較為常用嘅情況，但係呢個較為慢嘅打法喺尋日呢場波就絕對係令到球隊處於劣勢。其實上半場有一段時間呢，都見到利物浦俾紐卡素牽引住嚟踢。甚至有不少攻勢都係直接咗同埋快咗嘅，但係都唔見到個效果有特別轉變。下半場就更加唔使講啦，想做攻勢入去，但係唔太多用兩邊傳中，就算左手邊有不少落底傳中，但係傳出嚟嘅線路同埋個準程度係欠奉，而且最重要嘅問題啊，就係成場波利物浦中後場都係俾紐卡素搶到唞唔過氣，完全根本就組織唔到攻勢，搶到利物浦中場呢，基本上係甩晒嘅。而紐卡素嘅後防亦都真係穩陣，包括兩隻閘啊，甚至你都見到反擊搶完之後，後防舒克都走上嚟射幾下。嗱，喺度咧，先從後去到前講下紐卡素點樣好法。咁啱啱杜曹英格蘭嘅第一張名單入邊咧，都見到利華文圖有入選嘅。咁尋日呢場波就好證明到點解呢個球員值得入選啦。嗱，雖然佢對住沙拿，但係琴日沙拿真係完全喺場上邊係冇貢獻咁滯。佢陣間會講一講啦。見到咧，利華文圖基本上好多時波到人到啦，亦都可以壓埋上嚟去到助攻。面對住頂替 TAA 嘅昆沙，昆沙其實見到佢都落力，一兩下都有突破嘅機會，但係似乎攻同埋手上邊咧都係俾利華文圖比下去嘅。尤其是上半場利華文圖嘅表現更加之突出添。右手邊嘅捷比亞都係，你可以話捷比亞翻返去紐卡素之後，尤其是今季呢個表現唔係十分之突出嘅。我諗整體嚟講，尋日呢場波呢就非常之好啊！對住羅拔臣亦都係做晒應該做到嘅嘢。兩大中堅舒克同埋布恩更加唔使講。布恩喺上半場尾段嗰個頭槌亦都好精彩。呢度呢亦都係要打一讚賀維嘅團隊。基本上呢啲角球嘅戰術係一定有演練過啊。布恩呢唔係去到中間同利物浦嘅防守球員硬頂啊，佢專登移去禁區入邊邊少少嘅位置，然之後批一個非常靚嘅頭槌去到龍門嘅右下角，呢球波係冇得救嘅。基本上呢個佈置呢就值得一讚嘅。而布恩同埋舒克琴日基本上都係穩陣，甚至加埋下半場呢都唔係走漏利物浦嘅攻擊球員。咁真係除咗基亞沙個入球之外，後防線已經係唔錯啦，中場線更加係冇得講。班奴古馬雷斯表面上就冇東拿利同埋祖連頓咁搶鏡嘅，但係其實佢場上邊都做咗不少嘅功用。
佢基本上都係同東拿利輪流壓上去做噶啦。只不過因為東拿利跑動幅度啊，逼上去嘅機會更加多，而且真係有效果嘅。另一邊廂呢，祖連頓基本上尋日有球迷見到佢咁樣有啲過勇嘅踢法，有啲聲音，但係紐卡素就係要呢類嘅球員，次次都係波到人到嘅，次次呢都係會有方法呢撬走你個波，攔住你個波，甚至有時見到佢係包到最後中堅位擋走個波嘅。呢咁有球味同埋賣力嘅踢法呢，一定係冇可能逃得過球迷嘅眼球。而中場呢個咁不錫力，加埋前場逼得非常有紀律嘅踢法，係維持到成場波嘅。配合埋真係射術有啲保證嘅伊薩克，尋日唔係門將基利克勇救做個入球呢，其實伊薩克都唔止係有一球添啊！加上我頭先一早講咗，班尼斯同埋梅菲都交到功課，梅菲都有幾下射門都好緊磅添，加上門神嘅撲比亦都集中嘅。雖然尋日利物浦嘅攻勢唔係入肉嘅，咁聽過我對紐卡素尋晚每個球員嘅評論呢，你就會感受到點解尋日嗰場波我真係可以話優勝劣敗咯。而家唔係個別球員好，係差唔多成隊球員都係打出水準。咁當然有個別球員我頭先都特登講話更加好啦，但係咁嘅表現呢個聯賽杯佢哋真係值得贏嘅，亦都結束咗喺溫布萊未贏過杯嘅一個紀錄，真係值得慶賀啊！亦都係沙特入主紐卡素之後第一個杯。咁尋日呢場波亦都冇可能唔成為紐卡素今季嘅代表作之一。柯維以本土教練嘅身份，終於都帶領到球隊攞到杯，都係一個安慰。最近呢一兩季開始都有評論就係講，柯維係咪已經去到咗樽頸位呢？係咪唔適合帶球隊呢？而家證明咗佢手上仍然仲可以調教到嘅。咁當然啦，球隊尋日嘅順勢都要多得史諾嘅不變咯。不過插一句先，紐卡素其實而家咧仲係爭緊頭4位嘅，佢距離曼城就係爭1分嘅啫。咁球隊之前喺足總杯加時輸咗出局啦，而家真係可以專心喺聯賽度，會成勇搏埋餘下呢10場聯賽呢。睇個賽程當然一定有啲硬嘢嘅，包括要對競爭對手嘅維拉，又要再對阿仙奴同埋車路士等等。但係相對上賽程其實個分數較為易取啲嘅。喺爭4個路途上，我覺得唔可以完全唔睇紐卡素喺最後10場嘅比賽咯。好啦，利物浦頭先講咗，史諾嘅不變造就咗尋日呢場波嘅再敗結局。連續2個禮拜就冇咗2個冠軍。係睇咗成場波嘅話，我都相信大家認為呢個結果真係有少少咎由自取。本身呢，其實我認為史諾又唔係啲一成不變嘅教練。其實戰術上我都講過，根據佢嘅慣常打法係會有調整。但係最弊一樣嘢呢，就係咁，雖然距離之前歐聯出局都隔咗好幾日，但係佢用翻基本上差唔多相同嘅球員嚟到打呢場嘅決賽，除咗門將基利克同埋傷緊嘅 TAA 之外，唔係話唔可以咁樣出，但係好明顯見到咧，球員有啲球迷就話有心無力啦，見到佢嘅眼神真係想出力咧，好似都完全無力咁樣喎。其實我就直頭覺得係球隊嘅心態同埋狀態都有問題。其實球隊整體嘅年齡都唔係十分後生。你之前都踢咗一場102分鐘兼射10埋12碼嘅比賽，用翻同一批嘅球員，加上係身敗嗰場歐聯嘅出局，其實對佢哋嘅心情都有啲影響。咁快呢，要面對一場嘅決賽，喺出邊個球員嚟講，其實我覺得係有啲斟酌位嘅。不過呢，而家利物浦嘅前場冇得好講啦。出邊個呢？我覺得個效果都係麻麻地。戴亞斯就上腳上得太多。紐尼斯，你可以早啲出佢。但係我講咗啦，呢個球員同隊波仍然係有啲格格不入嘅。格普呢就衰在狀態真係未翻嚟。見到佢今場波後備出嚟，亦都係冇乜建樹。好啦，祖達其實喺前場俾佢湧下做一個支點係 OK， 但係又唔可以做得太多咁工作喎，亦即係話佢唔可以自己個孭飛啦。好啦，所以當尋日沙拿嘅狀態係完全
低沉。咁正確啲嚟講呢，佢唔係唔想去，但係你見到佢好多時一想自己去呢，佢完全好似俾唔到貨咁樣嘅。最多見到佢呢就係回後。咁呢樣嘢我諗真係同佢正在喺齋戒月期好有關係。因為齋戒月期嘅飲食同埋個心態同平時回教徒嘅正常生活好唔同嘅。好啦，如果佢一定係要遵守呢個嘅齋期嘅話，咁史諾係咪應該預先同莎拿傾一傾呢樣嘢？係咪有可能尋日嗰場波唔出佢住呢？就算佢喺隊波嘅地位係幾咁重要嘅話，但係如果預示到佢個表現因為呢個齋戒期而下跌，就絕對可以避免尋日呢個真係好可怕嘅紀錄。成場波佢係製造到0個射門、0個創造機會，呢個想象唔到嘅紀錄咯。而中場更加不堪嘅地方就係你見到加雲貝治，一來我真係覺得佢攰啦，開始真係見到呢，佢啲傳送啊，佢啲搶波呢個成功嘅次數同埋情況真係比10場波之前呢低咗好多。如果誇張啲講呢，變咗一個軟肋。而麥亞里士打唔係見到佢唔想搶嘅，但係有不少次呢見到波呢係塞喺佢嗰度啊。因為我講咗啦，尋日紐卡素嘅中場絕對係有備而嚟。我諗可能教練何維都知道利物浦又係出同一班嘅球員，咁咪用啲硬正嘅戰術嚟到整散你咯。結果係非常之成功。基本上尋日利物浦嘅中場冇一個可以攞到波同埋控制到嘅節奏，就算斯布蘇利比佢平常嘅水準亦都係低咗不少嘅。好啦，加上後防兩邊真係有不少空檔，我都講咗昆沙個位呢，佢唔係唔想落力，但係尋日見到攻守嘅問題亦都係明顯嘅。咁我冇話 TAA 用呢就會好好多啦，當然亦都會有空位啦，都會有不少嘅問題啦。我亦都覺得昆沙如果俾少少時間佢會繼續咁進步嘅。但係尋日呢，就見到佢個位空同埋塞嘅情況都唔少嘅。羅伯臣嗰邊好啲，但係都係有。所以你見到呢，尤其是下半場，覺得紐卡素最誇張嘅地方就係呢，不斷咁樣反攻圍攻利物浦，而下下呢都可以做有威嘅埋門嚟到作結，喺禁區頂或者係禁區內啊，呢下先係一個問題啊。同埋呢，呢個情況呢維持咗我諗記得係20到25分鐘嘅，好少呢會喺利物浦身上係見到俾人攻到咁耐，持續得咁耐嘅時間。咁所以呢，尋日其中一個表現好嘅球員基利克，其實都係盡晒作所能噶啦，冇幾球波真係救得好靚嘅。但係成隊波咁樣踢呢，唔好話守唔守得住啊，自己入到波都係成問題。係喺中同埋艾利諾入咗嚟之後，激活翻少少咯，叫做攞翻啲射門啦。但係呢，一個驚喜就係 A 艾沙入咗嚟之後呢，令到上述嗰兩位球員同佢係有咗連結嘅。而佢嘅搶截啦、走位啦，雖然出嚟嘅時間唔多，見到佢係積極嘅，有一下反搶紐卡素嘅球員，同埋見到佢咧喺波手邊或者係中間都好肯走位，一係上前接應嘅，即係個入波同埋爭勝嘅慾望，我諗係咁多個球員入邊最高係佢。咁點解唔一早用佢呢？呢啲杯賽，尤其是見到前場係差不多冇一個球員都可以交到貨，咁就係咪應該早少少換佢入嚟呢？仲有 OK， 你左手邊唔用希臘仔換蛋閘位，我都覺得仲解釋到，但係點解1分鐘都唔俾遠藤航出嚟呢？咁啊，打呢啲硬淨嘅比賽，其實遠藤航係有佢作用喺度嘅。如果琴日早啲用佢呢，其實中場嘅失勢或者係冇咁嚴重，令到隊波穩定翻嘅。遠藤航當然唔係諗住佢長期可以打到正選啦，但係都講咗適當嘅時候，對某部分嘅對手佢係絕對派得上場㗎。嗱，呢點呢，我覺得史諾喺用人針對性上邊係需要再諗諗嘅，因為尋日你見到隊波基本上係呈現崩盤嘅狀態啊，喺下半場。又再講一次，如果聯賽唔係已經拋離咁多分嘅話，同埋面對住只係會繼續會自己失分嘅阿仙奴，佢剩低呢一冠呢，其實都係有危機嘅。咁睇下啦，球隊喺4月份國際賽周翻嚟之後，個心態會唔會調校翻？史諾亦都係咪可以令到隊波喺餘下嘅聯賽專心一致踢翻啲好波出嚟啦？
但係連續2個淘汰賽真係見到利物浦同埋史諾本身嘅弱點㗎啦，而且 FSG 應該都要看在眼內啦。如果唔係呢，之後啲季度呢，球隊呢啲所謂高開低走嘅情況會不斷咁樣發生嘅啫。好，呢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見，拜拜。